大家好，我係九龍中4號候選人李慧瓊。支持社區更新，我哋不會停步，加快舊區重建嘅步伐。過去5街落實重建，配合改造活力新海濱。龍城地區已經全新規劃，加強九龍城新舊區同埋啟德發展區之間嘅聯繫。真善美村、馬頭圍村進入重建階段，迎接社區全新嘅面貌。改善城市環境，提升土地使用效率，改善居民生活品質。我哋從不停步。你反映，我聆聽。我係4號李慧瓊。